各位觀眾大家好，歡迎收睇逢星期一至五嘅焦點短打，我係今日嘅主持呂昌能。大埔宏福苑火災發生至今超過48小時，大火終於撲滅。而隨住調查工作嘅推展，唔少嘅疑問都陸續得到答案。截至今日下晝5點，火災已經造成咗128人死亡。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就話，初步化驗發現大廈嘅棚網達到阻燃嘅要求，但係圍封大廈窗戶嘅發泡膠板高度易燃，相信最先起火嘅係宏昌閣低層嘅棚網，然後燒着咗發泡膠板，令到火勢迅速蔓延，再波及其他大廈。呢場火災係香港近70年嚟造成最多傷亡嘅致命大火。目前嘅首要任務當然就係各項嘅善後工作，為近2000戶居民提供一切可行嘅援助。但點樣避免有下一次嘅意外發生，同樣非常重要。究竟今次嘅5級大火俾咗我哋乜嘢嘅教訓呢？香港有唔少嘅屋苑都正在進行大維修，好多同宏福苑一樣，都係全棟大廈搭起棚架以及棚網，甚至係幾棟大廈同時進行維修。根據法例規定，樓齡滿30年嘅私人樓宇需要按指示進行大維修。而立法會秘書處曾經講過，截至2023年底，全港有超過2.8萬棟私人大廈，樓齡係達到30年或以上，佔全港私人大廈總數約60%。換句話講，要大維修嘅私人大廈數目係相當多。大廈維修工程原意就係令到市民可以安居樂業，但係而家呢啲工程就成為咗居民心生恐懼嘅來源。雖然目前初步調查就話宏福苑嘅棚網達到咗阻燃嘅效果，但係大火仍然迅速蔓延。而消防處亦都話，大廈嘅火警鐘唔能夠運作，顯示整個工程嘅安全保障嚴重不足，先會發生咗今次全城悲痛嘅慘劇，令到咁多人命嘅傷亡。之前各界焦點之一係棚網係咪阻燃？根據勞工處嘅竹棚架安全工作守則，棚架上面嘅保護網需要具備阻燃特性，並符合認可嘅標準要求先可以採用。港九搭棚同徑工會理事長何炳德曾經喺電台節目嗰度話，根據勞工處嘅相關守則，業界應該使用有阻燃性嘅帆布同埋棚網，但守則只係屬於建議，並唔係法例強制要求，促請當局硬性規定使用阻燃嘅物料。而除咗棚網需要阻燃，工程嘅現場係咪需要有更多嘅規定確保安全呢？因為鄧炳強話，即使棚網有足夠嘅阻燃，但係發泡膠板燃燒之後，由於溫度過高，所以令到棚網同埋竹棚燒起上嚟，即係代表只係阻燃嘅棚網並唔足夠，整個工程環境都需要加強防火意識。除咗有關棚網嘅疑問，負責宏福苑大維修嘅建築工程公司點解用發泡膠嚟圍封窗戶呢？據了解，原意係要用低成本嘅方法嚟保護窗戶玻璃，但而家就變成咗大火嘅幫兇。翻查資料，今年香港至少發生咗10宗棚架起火事件。咁樣都顯示安全隱患唔係個別事件。點樣加強防火意識？當中有冇害群之馬使用唔合規定嘅物料？咁樣政府只係用守則去監管，又係唔係足夠呢？呢啲守則原本係要期望業界能夠自律遵守，不過從宏福苑嘅大火可以睇到，如果業界自律唔能夠保護市民嘅生命安全，係咪需要嚴厲嘅法律規定？係需要反思嘅地方。因為無論乜嘢原因，人命都係首要，唔能夠再以成本、方便等作為藉口。當局亦都需要加強巡查，因為即使有嚴厲嘅法律，如果冇適當嘅監管，都唔能夠令到法律發揮到保障市民生命財產安全嘅作用。法律係道德嘅最低標準，如果我哋每人唔行多一步，諗下點樣保護生命安全，即使有幾嚴厲嘅法律都冇意義。經歷咗今次如此沉重同埋慘痛嘅教訓，我哋社會需要反思嘅係點樣避免唔會重蹈覆轍。今日節目時間嚟到呢度，如果鍾意我哋嘅節目，記得留言、讚好、訂閱同埋分享俾朋友。逢星期一至五繼續同大家焦點短打，拜拜。